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公社科呢一條片咧，就想同大家做一個嘅溫習嘅。嗱，手頭上咧，大家應該係已經有一份咧，叫做咩咧？就係叫做學齡評估嘅呢一個嘅溫習重點。好嗱，呢一個咧，我唔會特登同大家多講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等陣會去特登即係揭去另一頁咧，就係有一啲嘅手寫啦，咁就一啲嘅重點想同大家 highlight 翻嘅。咁當然啦，部分嗰啲嘅重點想 highlight 嘅內容咧，其實係呢一份你哋即係科任老師啊，派俾你哋去到你哋手上嘅呢一份嘅紙咧，其實都有相關嘅一啲嘅提示啦，或者一啲嘅答案喺度嘅，方便大家咧就可以聚焦咁樣去溫翻我哋成年公社科嘅一啲嘅學習嘅內容啦。好嗱，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即刻去睇下就係公社科其實我哋呢年一啲乜嘢嘅重點，其實我哋有學過咧。好，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會提到嘅就係呢一個香港嘅由來啦。香港嘅由來係點樣嚟嘅咧？來源於當然啦，最古老就係講緊秦朝嘅時候，自古以來香港就係呢一個中國嘅領土啦。好，但係如果我哋講到近代嘅話咧，香港嘅發展嘅話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就係，原來有3條不平等嘅條約出現過嘅喎，係嘛？同英國所簽訂嘅一啲嘅條約啦。好，邊3條咧？就係之前我哋都有拍過片俾大家去睇過㗎啦。3條條約，南京條約啦、北京條約啦，同埋展開香港界址專條嘅。好，另外咧就特登想同大家咧去回顧翻少少嘅部分，就係究竟點解佢係屬於一個不平等嘅條約咧？呢一個好明顯咧，就係講緊就係即係俾一啲嘅列強係當其時脅迫啦，簽訂咗一啲不平等嘅條約，就係喺一個強迫性嘅一個嘅簽署，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視作咧就係呢一啲係一啲不平等嘅一啲嘅內容，咁然之後就係脅迫就範嘅。好，跟住第二個啦，第二個咧就係講到就係呢一個嘅中央政府啦，同埋香港特區之間嘅關係。好，中央政府行使咗啲乜嘢嘅權力喺呢一個香港特區身上咧？咁呢一個係大家都應該要去了解去知嘅嘢。咁相關嘅答案咧，其實應該咧就會喺呢一個嘅溫習重點嗰度見到嘅。咁呢一度我係只不過係想勾翻起大家嗰個嘅印象啦，同埋勾翻起大家要揾呢一個嘅答案出嚟嘅。好，另外一樣嘢就係提及到嘅就係香港嘅特區有啲乜嘢高度自治權咧？呢一樣嘢亦都係想大家可以揾到啦。好，跟住第三啦，第三就係我哋大家記唔記得特登咧有好多項呢一個嘅國家安全嗰啲咩國土安全係嘛？即係嗰啲傳統嘅安全同埋一啲即係非傳統嘅安全，例如一啲嘅極地安全類似諸如此類嘅一啲嘅安全領域咧，其實亦都係大家需要去了解嘅一啲嘅內容啦。好，另外一樣嘢就係會提及嘅就係究竟如何去推行呢一個嘅國安教育咧？係啦，如何去推行國安教育咧？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可能有傳媒啦，可能有教育啦，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持份者或者一啲嘅人去推動嘅。好，跟住第四啦，第四咧就係提到就係香港特區嗰個政治體制，香港特區嘅政治體制。行政、立法、司法行政、立法、司法咧，我哋特別去提及嘅就係話，行政咧應該係喺即係呢3樣嘢入面咧，作為一個主導。而同立法嘅關係係啲咩咧？大家留意啦，係相互制衡嘅，好，行政同埋立法都講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就會講埋呢一個嘅司法啦。司法方面咧係司法獨立嘅，係啦。再加上嘅就係都想大家去了解多少少就係有關司法機關嘅內容啦。包括啲乜嘢？包括嘅就係香港一啲嘅司法嘅精神啦，例如即係呢一個嘅有關就係要判一個人嘅案之前，其實呢一個人係屬於已經犯事者或者定係一個嫌疑犯咧。相關一啲所謂叫做法治精神嘅內容咧，大家應該都要知道嘅。OK， 好，跟住另外啦。就係第5啦，就係香港嘅居民佢哋一啲嘅權利同埋義務，其實之間有啲乜嘢嘅關係咧？之間有啲咩關係？究竟係即係兩者相輔相成定係要有個
權利先啦，定係有義務先咧？OK，呢一啲咧其實亦都需要大家去思考嘅。好，跟住啦，另外嘅就係第六嘅就係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嘅一啲嘅條件。咁係咪要住滿一定嘅年份啦？咁有冇啲乜嘢嘅條件？就係例如係咪要喺香港出世啦？係嘛？相關嘅條件咧，其實都影響究竟一個人係咪即係等於有一個叫做符合永久性居民嘅一個嘅身份嘅。好，跟住然之後咧，落到去啦，下邊咧呢一度就係會提及就係即係我哋除咗對一啲香港政府嘅了解啦，或者即係內地中央政府一啲好基本嘅了解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要知道多少少就係中央政府一啲嘅政治嘅架構。中央政府一啲嘅政治架構。好，政治體制有啲乜嘢咧？政治體制咧，嗱呢一度咧，我陪埋大家一齊去寫啊。政治體制咧，基本上咧，中央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係行緊一個叫做社會主義嘅政治體制，係嘛？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喺其中一份筆記嗰度咧，瘋狂寫呢個社會主義啊？係嘛？重要的事情要說多幾次。好。跟住另外啦，就係有關成個中央政府入面最高嗰個權力機關係乜嘢咧？嗱，呢一個咧就絕對唔係國家主席啦，而係反而係咩啊？反而係選佢出嚟嗰個啊嘛，係邊個啊？就係全國呢一個嘅人民係嘛代表嘅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係啦，呢一個咧就係國家入面最高嘅權力機關啦。一年開一次會，閉會嘅時候咧就由呢一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代行呢一啲嘅職權啦。好，跟住啦，另外啦就係中央嘅國家機構，中央嘅國家機構。嗱，我哋咧基本上咧係要知道有幾個嘅中央國家機構嘅。第一 ，OK， 第一咧就梗係即係呢一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中一個啦，係嘛？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再要睇嘅就係會唔會國務院係咪負責行政嗰方面嘅，係嘛？國務院都係咧 ，OK， 好，甚至咧你會見到就係國家主席啦，或者國家副主席，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中央嘅國家機構啦。好，跟住另外啦就係如果你要再提及嘅話，嗱，除咗行政啦，係嘛？一啲嘅國家主席嗰啲啦，好，仲有一啲係軍事方面嘅，就係例如係嘛？中央軍事委員會。好，法律嗰方面又點樣咧？係嘛？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嗱，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所謂叫做中央嘅國家機構，係一啲比較高級嘅一啲嘅國家機構啦。好，跟住然之後啦，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就係涉及一啲國家象徵嘅法例。嗱，呢一度咧我唔特別寫俾大家啦，嗰啲即係國家象徵即係咩啊？嗰啲咩國旗啊、國歌啊，係嘛？國徽啊嗰啲啦。好，類似嘅一啲嘅即係呢一啲咁嘅國家象徵咧，其實都有相應嘅法例去即係去規管嘅，好，呢一度咧要特別去提及嘅就係究竟即係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大陸嘅時候，合乎使用一啲國旗國徽嘅情況，其實係點樣咧？大家會見到啦，就係其實咧要書面申請嘅，而且咧 ，OK， 要書面申請啦，而且係要事先去做嘅。當然啦，喺合符嘅情況底下可以申請嘅時候，咁亦都等於就係有啲地方咧其實係唔符合嘅喎，係嘛？例如一啲婚禮啦，係嘛？你開心嘅事你兩個開心嘅事唔需要用到國旗國徽，係嘛？甚至就係一啲嘅喪禮，其實亦都唔應該用一啲國旗國徽啦。好，跟住仲有啲咩咧？仲有就係如果你係倒掛一啲嘅國旗國徽，其實呢啲都係唔應該啦，係嘛？所以咧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即係大概咧，大家都知道咩叫做合理同埋咩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會觸犯一啲嘅所謂叫做國家象徵嘅法例啦。好，跟住然之後咧，我會想等陣咧，會拍多條片嘅，就係講到就係如果真係答一啲長題目嘅時候咧，可以點樣去處理？OK， 好，咁咧。